伫咧南部的私立动物园顽皮世界，前一阵才去互逼出讲，因饲基日鹿的环境无讲介好，伫10年来就饲死去，死了4只，年底要搁再进口18只入来，正是动保团体出面来阻挡。前一阵传出顽皮世界麒麟鹿皮皮去互吹死，加上园区10天内发生4只麒麟鹿过身，互外界质疑养饲的环境有欠缺。也若即阵园区拍算伫咧年底要对史瓦蒂尼进18只特别绝种的盲文麒麟鹿入来。动保团体表示，牧育对象和红色的关系真好，将阿帕拉法也有 CITES 国际牧育公约管理的权力，根本是球员兼裁判。纵使你是非会员国的这个交易，你还是要请对方提出无危害跟合法来源证明。And I would urge you to verify the documents, the information, everything that's been received before going ahead with this transaction. 动保团体表示，顽皮世界要引进的是肯亚、索马利亚甲伊索比亚的原生种盲文麒麟鹿。不过，这个国家这几年拢无输出去史瓦蒂尼的记录，若无相关的文件证明，恐惊会牵涉非法交易。那顽皮世界本次申请输入的众审的文件皆符合规定，林务局依史瓦蒂尼 CITES 管理机关所提供的文件，本引进的动物皆为农场饲养的繁殖个体，因此评估此案不至于冲击长颈鹿的野生族群，亦无影响台湾的生态环境，所以我们在签审平台同意他的输入申请。林务局表示，顽皮世界送审的文件拢有下规定，也承诺1礼拜后针对动保团体质疑会做出具体说明。记者闵金玲、何凯台北报道。